老珠海人心中都有一種情結，就係非主城區不可。尤其是呢一種出則繁華、入則寧靜、被鳳凰山環繞、出門就係沙灘嘅小區，真係好難令人抗拒。企喺呢度有一種與大自然相交融嘅感覺。成個項目依山而建，係位於老鄉州嘅主城區啊。咁小區呢一共係分為3期啦。可以見到我哋1期咧係洋房嘅項目已經售罄啦，2期係同3期都係高層，目前在售係3期嘅2棟同埋3棟啦。咁佢嘅單位亦都非常之豐富，分別有98方嘅3房啦，呢個係東南朝向，可以睇山景。另外118方咧係我哋嘅西北朝向啦，係全鳳凰山景觀嘅。仲有136方嘅南北通4房，以及改善之王165方嘅4房3衛全山景嘅戶型啊！咁另外咧，我哋小區嘅配套仲有邊啲咧？有我哋嘅幼兒園啦，以及我哋嘅商業街區、鄰里中心，仲有我哋嘅市民服務中心。市民服務中心呢度咧，仲有我哋嘅社區飯堂啦，以及老年人大學。仲有我哋小朋友嘅托管啦、瑜伽室等等嘅休閒配套都有齊晒㗎。另外出邊咧900米範圍就可以到達美利灣街市啊，以及1.1公里就可以到達我哋嘅沙灘啦、香爐灣沙灘同埋我哋嘅海天驛站嘅。而另一邊咧，仲有一個休閒好去處啊！業主喺呢一個側門咧就可以直接通過我哋嘅登山棧道通往我哋嘅鳳凰山啊。週末同屋企人嚟呢度散散步，你話幾咁寫意啊？98方嘅示範單位，我哋從入門開始睇。佢整體嘅裝修咧，入門就可以感受到。咁廚房呢邊咧係做咗一面嘅玻璃啦，以後可以作為一個推拉門，所以佢嘅採光好好。咁好貼心咁樣準備咗呢一個鞋櫃啦。咁呢個鞋櫃咧係交付標準，同埋咧佢呢個小心思係我比較中意嘅。翻嚟呢啲衫就可以擺翻呢度啦，然之後啲鞋手袋啦。咁樣就可以隱藏起身啦。咁另外咧，從呢個位置開始交付嘅時候係冇㗎冰箱位，你到時可以根據呢度嘅 design 嚟做都 OK 嘅。咁整體咧，我哋嘅交付標準好高嘅，全屋都係中央空調啦，仲有佢嘅細節做得真係令人哋好滿心歡喜嘅，就係佢嘅背景牆做咗岩板嘅設計，連電視櫃都唔需要做，因為佢幫你做咗呢一個台啦，可以喺呢度擺電視，係非常之 OK 㗎。咁出嚟可以見到，無論係邊一個單位都可以見到我哋嘅鳳凰山景觀㗎。咁我哋而家位於10樓嘅位置啦，如果你想越過呢一個對面嘅樓層咧，你就可以選擇15樓以上啦，咁你景觀就更加正啦，完全冇遮擋嘅。咁可以見到我哋98方係做咗3房，整體嘅得房率咧係達到93%左右，相對嚟講係比較高嘅。同埋咧，你見到佢嘅洗手間呢啲細節啊，連呢個櫃都幫你整好晒，下邊仲可以作為一個收納空間。136方嘅單位，呢一個 view 唔知啱唔啱你心水咧？我哋而家企喺陽台嘅位置，你就感覺到佢嘅空間可以達到一間房嘅咁闊落，因為佢比我哋平時嘅屋苑咧，佢係加長咗嘅，佢嘅闊度咧係有1.8米嘅，所以喺呢度放翻一張麻雀台都 OK。咁入嚟見到我哋呢個單位係做咗一個4房嘅南北通啦，哇！佢嘅空間闊度真係非常之舒適啊！見到我哋入門咧，呢度係有一間房嚟嘅，收樓嘅時候有縫牆啦。咁我哋而家示範單位係打通咗，到時你需要打通咧，我哋呢邊都可以幫你去做一個 design 設計嘅。咁入門咧依然係呢一個鞋櫃係都有㗎，非常貼心。哇！136方就可以放一個大圓台，坐翻8人位係完全冇問題嘅，而且南北通雙陽台，2個陽台都可以見到山景嘅。咁呢個廚房咧，亦都係我非常之中意嘅。136方嘅廚房居然做到大平層200方以上嘅空間感，咁佢連我哋嘅洗碗機都準備好晒嘅。咁喺廚房煮飯你都舒服啲啦。咁見到我哋客廳嘅開間非常之闊啦。另外嘅話，我哋房間啊，每個房間都可以欣賞山景，所以嘅話，我哋呢一個屋苑點解會咁受香港朋友同埋我哋珠海本地朋友歡迎呢？亦都係有原因嘅。咁佢嘅洗手間空間亦都係非常之闊落，而且佢嘅交付標準好高。我哋見到亦都係交付標準，唔係話樣板間咁簡單嘅。咁除咗軟裝攞唔喐嘅之外咧，咁我哋好似洗手盆呢啲設計咧都有嘅。咁呢個衣櫃咧係冇嘅，到時可以參照樣板間進行訂製啦。咁另外見到我哋主臥嘅空間啊，亦都係非常之舒服嘅。165方就好似一個大平層嘅空間咁啊，南北通雙陽台，3個洗手間，而且欣賞鳳凰山景觀。所謂鳳凰山腳下居住就係呢度啦。咁見到我哋廚房嘅空間非常之闊落，呢個灶台好實用啊！我亦都非常之中意。如果你中意煮飯嘅話，咁呢度一定係你最啱心水嘅地方啦。入戶門入嚟咧就係一個獨立嘅套房啦。咁呢個套房就犀利咯，雖然係一個長輩房。
咁呢一個衣帽間都幫你準備好晒。另外咧，我哋洗手間亦都係做得非常之人性化啦。南北通雙陽台，3個洗手間，你諗下雙套房嘅設計，所以呢一個咧就係相當一個大平層。我最中意係佢嘅一個陽台，陽台咧即係擺麻雀台係完全 OK 嘅。仲有呢一邊餐邊櫃，我相信所有女士朋友咧都係非常之啱心水嘅，就係佢呢度一個操作台啦，咖啡機、飲水機通通一 set 個擺喺呢度。你話住喺咁靚屋企入邊，仲邊捨得出去行街啊？咁見到我哋過道呢一個位置咧，都係做咗一個木牆板嘅。咁呢個係其他屋苑做唔到嘅，所以嘅話可以見到佢嘅品質非常之在線。同埋咧，所有洗手間咧都係做咗一個智能馬桶。正常嚟講，我哋主臥先至有智能馬桶，但係佢呢度係每個洗手間都係一視同仁嘅。咁主臥咧呢一個套房相對嚟講會更加闊落嘅。睇睇一入門係有一個衣櫃嘅位置，衣帽間同埋佢嘅洗手間真係正啊！企喺小區嘅園林景觀，你就可以感受到佢嘅與眾不同。放喺成個珠海嚟講咧，亦都係冇幾個小區可以做到呢一個業主會客廳。平時有朋友過嚟拜訪咧，亦都可以喺呢度傾下偈㗎。咁樣晚間睇完啦，我哋可以總結一下點解咁多人會中意買呢一個屋苑呢？咁首先咧，我哋見到成個樓盤係依山而建嘅，抬頭見到就係鳳凰山景觀啦，而隔離仲有一個登山棧道，可以直接爬山去做一個休閒嘅好去處嘅，而且900米嘅距離就到我哋嘅沙灘啦，出行亦都係非常之方便。第二，佢嘅戶型實用率係非常之高啦，係做到93%嘅。非常之實用，真係做到實實在在。第三咧就係佢嘅品質非常之在線。喺呢度我強烈建議珠海其他嘅小區亦都可以參考呢一度嘅標準嚟進行打造嘅。咁另外嘅話咧，我哋小區咧睇完咗之後，整體感受係非常之舒服嘅，亦都難怪咁多老珠海人中意選擇喺呢度。如果感興趣嘅話，評論區 PM 我啦。